顶礼拜传出台中的逢甲东海顶11间大学有95个大学生办唔免信用卡分期贷款哦，一个人说拢互诈骗5万到10万块。今仔有立委佮学生会做伙来开记者会，因呼吁政府应该针对这款的贷款哦，定出相关的规范。为了阻挡免卡分期共骗钱，互学生变做是诈骗受害对象，有立委甲台湾学生联合会等等的团体，今仔日召开记者会。呼吁政府应该建立消费者保护机制。分期付款后，商品的这个金额加计利息后，那总价会高于产品原价的1至2万不等。前几期付款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零利率，那后期的这个利率是超高。今天这个案子是透过系学会，那台学联碰过的是透过他们假冒学生会来办理一些派对活动。立委指出，最近常接出现的5大免卡分期的陷阱，包括骗学生签本票，或者是到尾利率愈来愈悬等等诈骗的手段。未少签免卡分期契约的学生，对后来爱面临利息的金额拢无了解，或者是有同学斗相报，嘛伫咧使用免卡分期。呼吁教育部应该赶紧落实宣导学生反诈骗，行政院嘛应该针对免卡分期建立相关的规范。针对诈欺犯罪的，他要做滚动式修正的侦防策略，并透过跨部会的合作跟公司力的共同协力，达到减少接触、减少误信。另外，台中检警讲，去互拘提3个嫌犯，经过检方复审了后，2个涉任的嫌犯以加重诈欺罪罪嫌声押禁见。另外一个姓纪的员工限制自己，检方强调讲无排除会控告，因为其中一个涉任的业务仔。英国就捌因为伪造文书、甲诈欺互判刑，并不是头一届犯罪啊，会继续追查诈骗集团带头的人。另外，根据教育部上新的统计，目前国内已经有11间大学拢总95个学生报案去互诈骗。希望社会会当减少作弊的声音，互去互善大耳学生会当勇敢报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